我係欣一，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今日嘅直播內容啦，係之前喺日本系列視頻中嘅第2集講到日本喺全球企業創新報告嘅狀況。如果唔記得咗嘅話呢，我稍後會將直播精華剪切一齊，然之後將相關嘅視頻呢亦都會擺喺簡介欄嗰度噶啦。咁到時大家可以回顧翻嘅。咁就住呢一個坑呢，今日呢就開呢個全球企業創新報告嘅直播嘅。首先介紹一下啦，咩係 GEM 先啦。佢係自1999年美國同埋英國嘅學府聯合展開調查同埋統計嘅報告。報告嘅簡介呢有講到嘅，我 highlight 咗呢一段，係 GEM i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longest running research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collecting primary data from individuals who are starting and running new businesses。2024年、2025年嘅 GEM 報告調查中，全球有56個國家同埋經濟體喺2024年參與呢一項調查，並且同意2025年發布呢一份 report 嘅。咁點解參與調查嘅人咁少呢？GEM 本身係冇將呢個原因量化說明，咁我個人嘅理解呢，就係可能同近幾年嘅地緣政治緊張啦，同埋各國嘅財政趨勢緊張有關嘅。不過 GEM 稱啦，呢個唔代表 report 唔客觀，反而 report 呢已經將全球嘅重點國家都納入咗統計調查入邊噶啦，所以稱之為 good representation。報告中呢，將所有參與調查統計嘅國家同埋經濟體分為 A、B、C 3組，咁佢哋嘅分組方法呢，係根據世界銀行嘅 GDP/PPP 計算方法。好，咁我哋嚟睇一睇呢一幅圖。喺有背景、有技術、有經驗啦，即係there are good opportunities 啦，但係唔諗住創業，又或者係驚失敗嘅呢，我哋呢係有 60% 多啲嘅。咁比印度呢係低少少嘅，印度係 70% 多啲啦。Group A 嘅話呢，沙地阿拉伯呢係唔到 60% 嘅，咁同英國差唔多啦。好啦，可以睇到呢一張圖，成年人創辦或者經營新企業嘅比例同一個經濟體嘅 GDP 嘅關係。咁可以喺呢度解釋一下係咩意思？其實好簡單嘅，就係即係我哋簡單理解啦，就係經濟好呢唔代表創業多，創業多唔代表經濟好。我哋可以睇到啦，圖中 ratio 最高嘅呢係韓國同埋沙地阿拉伯，都係20% 上下冇幾多嘅啫。但係喺 X 軸上面，即係代表GDP per capita，可以睇到最高嘅呢係盧森堡嘅。但係盧森堡喺 Y 軸上面嘅 ratio 咧係 5% 都唔到。ratio 高咧唔一定係因為經濟有幾好，而係可能係社會壓力過高，又或者係政策推動過大，所以 ratio 先至高嘅。當然啦，呢個唔係唯一嘅原因，但係至少可以講明咧，創業率高本身係並唔 automatically 等於經濟健康嘅。咁相反啦 ，GDP 高嘅呢，但係創業 ratio 低嘅呢，往往可能係因為生活喺嗰度嘅人覺得打工嘅性價比比創業更加高，覺得前一年創業辛苦嘅。每一組嘅 ratio 最高嘅呢係中國啦、哥斯達黎加啦同埋以色列嘅，分別係接近 80%、70% 同埋接近 70% 嘅。咁呢一張圖呢，就係比較有意思啦，基本上呢，都係因為缺乏工作，為咗生存而創業，而並唔係想賺大錢而創業嘅。但係呢 Group A 入邊呢，有個別國家啦，可以睇得到係有唔同嘅意見。好，呢張圖呢，就係過去12個月繼續維持創業定抑或係放棄創業嘅，好有意思啦。其實可以睇到好多都係放棄嘅，不過亦都有一啲國家咧係接近一半放棄一半繼續。大家呢兩種想法係互相扯緊咁樣咯。譬如話係泰國啦、英國啦、美國啦、沙地阿拉伯啦咁樣。report 嘅排名咧係根據簡稱NECI 嚟去得分嘅。NECI 咧係由13個制度同埋文化相關指標計算而成，當中包括機會同埋能力啦、社會背景啦、輔助性環境啦、阻礙因素同埋文化等等嘅。當然啦，阻礙因素如果高嘅話咧，分數咧就肯定會低㗎啦。阿拉伯同時咧都係總榜嘅 ranking 嘅 number 1嘅。咁 Group B 入邊sorry， 我哋睇下 Group A 最低先。Group A 最低嘅係斯洛文尼亞。咁 Group B 咧最高嘅咧係阿曼，最低嘅咧係委內瑞拉。喺呢度可能你會覺得愕然，點解委內瑞拉可以分到去 GDP 25,000到5萬嘅 Group B 入邊嘅，反而我哋 less than 25,000嘅 Group C 入邊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 GDP PPP 中
佢嘅計算方式咧係要考慮埋人口數量嘅。咁我哋嘅基數咧本嚟就大嘅啦，14億。咁所以同樣大，即係同樣人口基數大嘅啦，仲有印度。所以我哋同埋印度咧都係分為 Group C 入邊嘅。翻到呢個總榜入邊啦，印度係 Group C 入邊 ranking 最高嘅。Group C 嘅 ranking 最低咧就係波斯尼亞，同時咧都係總榜嘅最後一名。咁整體咧就講完啦，我哋就揀一啲部分嘅國家去講一講。中國嘅話咧，唔知道大家有啲咩感覺啦？我覺得中國嘅創業咧，其實集中喺直播帶貨。中國嘅創業環境咧，係每一項咧都高於 average 嘅。咁啊，除咗准入門檻嘅監管力度上面咧，可能係同 average 係持平。除咗呢一項仲有一項就係創業教育啦。除咗呢兩項之外咧，其餘都係高於 average 嘅。2022年到2024年嘅得分咧係有所下降，咁啊超過40%嘅成人咧係認為咧家庭收入咧係下降咗嘅，呢個可能係導致咗創業意向低嘅重要原因啦。而且可以睇翻呢一句係有啲慘住，只有4% 嘅人會考慮未來3年之內創業。咁呢個比例咧係比2022年嘅報告咧係低嘅，而且只有5% 嘅人係正在創業，比例係比2023年仲要低嘅。同樣創業嘅男女比例咧，比起女性咧，男性係更加傾向於創業嘅。咁愛沙尼亞睇下佢喺呢一度嘅分數係幾多啦？都再次重新認識呢個國家，每項都係高於 average 嘅。佢嘅綜合得分咧係5.4分，而且已經比2023年低咗。雖然佢每一項分數啦都係唔錯，而且屬於高排名嘅。你可以睇到高排名啊，仲要呢個 number 1添。OK， 咁啊，但係咧只有20%嘅新企業主咧會考慮未來5年新增至少6名嘅員工，超過半數嘅新企業主咧有海外嘅客戶嘅。不過我覺得咧呢個國家可以再努力提高國際地位。如果靠企業品牌啊或者係產品品牌嘅話咧，係可以努力一下嘅。畢竟我覺得大家對呢個國家嘅印象好似就只有佢嘅旅遊同埋佢嘅浪漫。我睇下先。係啦，喺呢一度嘅話咧，就綜合得分咧係4.4分，係咪？4.4分係啦，4.4分，比2023年低咗啲嘅。家庭收入上面咧，自2022年咧由57%咧降至47% 嘅，但係關鍵嘅一點就係 high fear of failure 呢一句呢幾個單詞，對失敗嘅恐懼係極高嘅，超過50%嘅人咧係對於失敗咧係感到非常恐懼，呢個比前面甚至往後嘅所講嘅所有國家都高。印度嘅分數咧係 Group C 入邊咧最高嘅，所以可想而知每一項分數咧都係高於 average 嘅。印度政府啦，即係我翻查過資料，印度政府喺2016年推出咗國家級創業登記同埋扶持平台，直至到2024年總共有15萬多啲嘅小型企業咧係登記同埋已經認證咗嘅。所以咧，印度嘅創業比例咁高啦。睇翻佢嘅一個總結啦，有40%嘅成年人咧表示家庭收入喺2024年咧係下降咗嘅，喺2021年嘅90%咧係明顯下降咗唔少。不過咧 report 亦都提到咧，極少數早期創業者咧係擁有海外客戶嘅。咁啊，不過1/3嘅創業者咧亦都會考慮未來半年內咧會通過數碼工具咧去 sell 自己嘅產品出去。挪威嘅話咧，整體算係合格啦。係啦，算係過得去啦。咁啊，綜合分數咧係5分嘅，咁啊就啱好達標啦。但係咧就比往年咧係低咗啲啲嘅。少於1/5嘅人咧表示家庭收入喺本年度有下降。1/3嘅新創業者咧係擁有海外嘅客戶，接近一半預期未來6個月咧會使用更多科技銷售產品，數碼科技銷售產品。30%預期5年內咧會僱用至少6名嘅員工。咁其實呢一啲數據咧都喺度話緊俾我哋聽，挪威嘅創新發展環境咧係不斷完善緊嘅。我對波蘭咧係有少少失望。波蘭嘅 GDP 增長係唔錯，而且通脹率都係良好，但係佢嘅綜合得分咧係得4分嘅啫。主要係因為佢嘅 commercial and professional infrastructure 商業同埋專業基礎設施明顯惡化。呢度19個 Group B 入邊19個國家，佢排名第16名。另外創業教育咧係極差嘅，排名最後嘅。仲有一樣係包尾嘅，睇下先。係啦，仲有呢個。反正咧就係兩項教育咧都係包尾嘅。咁對於一個歐洲嘅發達國家嚟講咧，就比較
丟臉咯，係咯，比較丟架啲咯。只有我哋睇翻下，只有1成嘅客戶咧係海外客戶，咁呢個係我睇到嘅發達國家入邊咧最低比例噶啦。好少新企業主會考慮未來5年新增6名員工。咁正如我橫線入邊呢一句所對波蘭嘅總結啦，我嘅總結同佢嘅總結都係一樣嘅。The small position for an economy that can no longer claim to be poor。斯洛文尼亞係喺佢嘅 group 入邊咧係最低分嘅，group A 入邊係最低分嘅，咁所以可想而知每一項分數咧都係低於 average 嘅。咁除咗市場動態同埋average 係趨同之外咧，其餘咧都係不理想嘅分數，係不理想嘅。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咧係呢一度可以睇得到咧，就係主要貿易夥伴同主要貿易夥伴嘅經濟放緩相關。不過佢有一個表現咧唔錯嘅地方係在於咧，佢有接近5成嘅新企業主咧係有國際客戶，但係只有1/4預期5年內會新增至少6個工作崗位嘅啫。西班牙咧係只有唔可以講只有，係少於1/10預計未來5年會新增至少6個工作崗位。呢一個想法係真係有危險嘅，創業創造唔到就業。雖然佢係著名嘅高消費國家啦，瑞士，但係咧近幾年咧瑞士嘅消費力咧係有回升嘅跡象嘅。我哋睇翻咧佢嘅綜合得分咧係5.7分，係比之前咧係有所升高嘅。不過咧同瑞典唔同啊，佢嘅對於女性嘅創業者咧就唔算話特別地友好嘅。係啦，超過2/5嘅新企業主咧有海外嘅客戶啦，但係咧就只有1/7嘅新企業主咧就預期5年內會新增至少6名嘅員工。日不落帝國咧，基本上咧每一項咧都係低於 average 嘅，除咗市場動態呢一項之外，咁脫歐之後咧，英國其實企業嘅發展咧都係保持一種偏樂觀嘅，偏悲觀嘅想法嘅。我哋睇翻佢嘅NECI 嘅分數啦，由2022年嘅4.7到2023年嘅4.6，再到2024年嘅4.5，一直都係緩慢下降緊嘅。咁2/5嘅新企業主咧有國際客戶，3/5咧預計喺未來6個月咧係增加數字技術去銷售自己嘅 products， 1/5咧係預計5年內會僱用6人以上員工。好啦，最後睇下我哋嘅世界警察啦 ，United States。除咗社會同埋文化嘅規範得分非常之高之外咧，其餘都好似冇想象中嘅咁好。咁對於一個經濟底子咁宏厚嘅國家嚟講，金融體系咁成熟、咁完善嘅國家嚟講咧，咁啊唔應該咯。我覺得呢個分數綜合得分咧係5.1分嘅啫，我係覺得啱啱好合格嘅啫喎。呢個分數對於一個第一大國嚟講係咪先？可能連合格都未算合格。咁表現差嘅地方咧，同英國一樣係只不過創業教育係冇英國咁差嘅啫。超過30%嘅新企業主咧係擁有國際嘅客戶，係啦。咁60%嘅新企業主咧預計未來6個月咧會增加數字科技嘅使用去銷售自己嘅 products。咁超過30%咧係預計未來5年咧會僱用至少6名員工嘅。OK， 總嘅嚟講咧，幾乎每一個國家啦都有相當比例嘅成年人咧係表示家庭收入喺過往1年咧都係有所下降嘅。咁關鍵係幾多 percent 嘅啫？無論係發達國家定抑或係新興經濟體咧，呢種壓力咧係非常顯現到去影響該國國民喺創業嘅決策上嘅傾向同埋意願嘅。咁收入下降嘅話咧，創業意願肯定係未必會高噶啦，係咪先？同時咧，亦都會令到人咧對風險咧係會更加敏感嘅。即係另外有3個問題嚇，我睇下先係。教育啊，尤其係教育同埋研發嘅轉化係不足嘅，尤其係學校喺創業教育啦、畢業後嘅創業教育培訓啦，喺好多國家入邊咧都係偏低嘅。仲有一點咧就係女性創業資源咧係唔足夠嘅，普遍咧都係男性嘅創業者咧都比女性嘅多。仲有一樣就係fear of failure， 冇錯啦，有啲國家咧係對於失敗咧係非常之恐懼嘅。唯一冇咁明顯啦，係啦，唯一冇咁明顯嘅國家咧，好似就只有美國嘅，其餘都係驚失敗嘅多。咁就被調查嘅國家入邊咧，美國係一個唔太害怕創業失敗嘅國家。呢一點咧，其實我喺美國系列視頻中咧都睇到點解嘅。有興趣嘅話咧，可以點擊翻我嘅視頻去睇一睇。
仲有一點就係反直覺咁去發現啦，高 GDP 或者高收入嘅國家咧，並唔一定創業比例就高，有啲中等收入國家創業率咧都可以好高嘅。咁呢種情況咧係同社會壓力啦，同埋政策推動，又或者係文化選擇咧係有關係嘅。與此同時咧，國際化同埋可持續發展嘅意識咧亦都係不斷去提升，譬如話瑞典啦、挪威啦、美國啦、印度啦呢啲新企業咧，亦都越嚟越注重社會同埋環境嘅影響。咁呢一份 report 咧話俾我哋聽啦，其實創業唔單止係簡單嘅經濟指標遊戲，而係社會啊、文化啊、政策啊同埋個人意願交織出嚟嘅複雜系統啦。如果你想創業嘅話咧，唔單止係只睇 GDP 佢高唔高，亦都要睇政策支持啊、教育資源啊、風險文化以及可持續發展嘅趨勢。我諗呢一啲先至係你真正嘅助力或者係障礙。唔知你對創業點睇咧？即係唔知你會唔會話喺未來1年到3年時間內會喺你所在嘅國家地區去創業咧？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啦。好啦，今日嘅直播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次直播見。仲有，我已經開通咗我嘅 Patreon， 如果加入我嘅 Patreon， 會優先觀看我 upload 上去嘅影片。仲有，我亦都會陸續 upload 翻以前嘅影片上去噶啦，歡迎大家嘅加入。OK， 我哋下個影片見，See you。